各位前年大家好早，今仔是2025年5月14礼拜日会使去，咱即摆来上紧回应互我，参加是风雨面可能性开经期，无上神经微妙法8000万兆万做故，五边见闻得实是，原界如来真是。忏悔文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但有无数担心起，众生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恶境皆忏悔。最将心气由心灭，最为心梦中苦苦，是假名为真忏悔。四方世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不度无上誓愿行。众上弥勒救苦真经，不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回去，行报济乐灵山地，莲花应尽可上去，落在天文上金殿，大经四川往初心，天津修完挂圣号，等待时时点心经，文为正太无基础，天下心贵不安定，身在人天中华庙。修人性高归上心，天花多庙翠玉山，修完天华在高洞，南北两地人中事，文玩古色在天灵，老庙降下通天桥，不应山前对合洞，因离要想其他事，思念东来弥勒去，用心思念不来去，多做今年去调息，设计世来的用处。用力减去发生心，每日自心上思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向幸福可见清礼拜，上持聪明智慧心，书写下人无所谓，庐山遇马良无心。我要讲啊真言是，用心思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倒下，五方热线好天，各方神王来对付。报事灵通查得清，三观诸比在对处，下界三毒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心念无无觉地事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上师了完整，500灵光见世界，辅助弥勒行大道，保佑行利得安乐，八方神母为众生，清亮红花显神通。车子做机掠入外，头顶神罗七宝星，威震八方为帅士，足正自我挂家父，当日愿理上理路，回光落地化为地，四海人王来作对，国家上好去天空，四方天兵好好保佑弥勒去成功，红用了都归家，转告上王弥勒说，武王退人地下室，希望扬扬归正中。来往做下真言者，传下东来大众生，因地岔路上去了，下行不敢来归去，思念一切神通在，思念两遍得超生，思念三遍行贵法，无名下无化为主，思持接来顺路去，两臂真言归回你，南无天王太保阿弥陀佛。以上所上福德，如有任何功德，愿意回向给三界十方无缘苦难众生，希望因会当发菩提心，行我无上小福德，希望大家离苦得乐。感谢天文师弟，安谢谢谢摩尼，谢谢感恩哦。